咱准这报是1000万。哦，我看要做到的，我咱无几个啦，好敢命咧。哦，啊，遐无济，啊，如果报是1亿咧，我来讲1亿，哦，你看真好呀，足济咧，大 S 凊彩就过6亿啊，传业那啥，商业嘛过60亿，哦，哎，迄非常济。我觉得，如果今仔日地球村的七宝拢你的啦，你全部拢嘛摕出来报纸啊，啊，你有这无？哦，惊死人！福德伫金刚经第8分讲的，若有善男子善女人，用3000大千世界的七宝来做报纸，啊，你有这无？哦，惊死人！哎，免搁讲的啦。不过不如奉行书记机，哦，业界即句上解水啦。迄讲着有够济，毋过水记句吼上解重要啦，比你行做3000大千世界报纸搁较好啦。哦，啊，这四句句吼，伫金刚经吼，足含义的，到底是倒四句？哦，啊，拢对啦。无人讲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亦如是观，嘛是讲这四句句也可以。毋过咧，即届的文殊菩萨，就请教释迦牟尼佛。你讲金刚经四句其实倒四句啦，你会当阮明确讲一个袂啦？哦，释迦牟尼佛卡讲这四句，搁一个这四句你也会通，你就开悟啊，保证开悟。这四句，空心、空心、空性、空法，这四样啊拢空，你就成道啊啦。真诶咧，所以我金刚经一定爱研究，伊就是真正要咱真正明心见性开悟的一部经，迄无读真正甲无差就对啦。哦，这个啊，啥物叫空性？各位先生，咱即个肉体暂时互咱大，咱莫讲假啦，讲假拍落拆假，对不对？啊，我就遮细汉大到遮太真假。所以金刚经讲的假，毋是咱咧想迄个假。金刚经讲假，就是足短暂的意思啦。哦，啊，讲咱肉体来足短暂，真正咱肉体会当活100当尔咧，哦，是毋是安尼？哦，啊，所以讲金刚经讲一切有为法啊，包括咱的肉体啊、咱的厝啊、咱的形形色色的一切有为法啊，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亦如是观，你得有这个观念，观就是观念的意思。啊，100当你足久的太足短。迄是咱凡夫俗子的肉眼去看，足长的。啊，以佛的世界来看，各位先生，地球足短啦，100当足短啦，我袂骗啦。3000大千世界，搁有一个啥天，伊迄一工就咱这世界100当啊咧。所以你看生活足紧张的啦，等下就要天灾地变的，地球人哪拢袂紧张？哦，伊就去困一个册，咱就他妈过60当啊，敢是啊？安尼毋是哦，出到天讲遐一工哦，咱才400当，搁较悬的天，遐一工咱才1000当，1000当参100当比例看，哎呀，太小儿科了吧？这也无厉害。咱的佛性1万年哦，1万年哦，毋来几1万，毋知影哦，来对100当，各位先生，人间100年算什么啦？是不是很短暂？如梦幻泡影啊，想要扑啊扑来，咱就扑一个无去啊。所以咱的境界就喺参佛的境界共款，看迄泡影就像咱人生扑一个无去啦。哦，啊你会当看到安尼，计较啥啦，比较啥啦，敢是安尼争夺啥啦，好嘛，一切拢是假。哦，是不是这样子？真的就这样子。所以讲，咱的肉体是